當代料理的花式度，重視合璧、新舊融合，是一個傳統又創新的話題。創意滿滿的總鋪師，以客家飲食的黏黏度，慶祝大年的食材智慧，用世界料理的手法，創造不人想不到的黏黏內容。但將用三馬的經驗來講，料理應該是跨邊界，也是無邊界的。運用口徑同創意，就做得本混搭變做新的意念。客家唔單僅來自內部的認同，也同時係由他人來接聽，喺教會底下接聽做客家。唔是客話，無血緣，唔係無卡傳承，甚至無傳染經驗。好做好食的劉玉富，經過詳細考慮。接天用客家的概念，開一間本人做得台上大嘴鼓的拉麵店。當初就是設定要做雞湯拉麵這件事情的時候，就有想說市面上的各種風格其實都蠻多的。因為小時候我就在關東橋長大的，我覺得客家元素這一件事情在市場上沒有人嘗試過。然後就鎖定了這個主題，然後去做發想。第二，大家睇日本式的環境，享用客家的元素。自信產業出身的劉玉富，講自家是數位年出名，佢對客家的觀察了解，大體來自苗栗自信。客家炒肉、竹蟲炒薑絲、鹹菜乾炕肉，都係有名的客家菜。不過也幾項看起來就攞拉麵唔吊搭。問佢乜個係客家料理的代表，劉玉富認為係仙草雞湯。一般來講，人會問係阿妹還是阿婆的思路，還是食到傳統練過。不過，一間店做出來的料理，都係對苗栗美食教學樣片度學來的。我們真的是走比較務實系的，不是浮誇系的，不是表演系的。既然係苗栗學來的，就無情感的負擔，還較無固定的輸入。事先煲好的濃縮雞湯初帶，加入青菜同花椒，增加甜味也穩定入味。那在於10幾年前，真的你在每一家餐廳，每一個人的桌上一定都看得到一鍋仙草雞這件事情。請客沒有仙草雞湯，那整個面子都沒有。那仙草雞等於現在的龍蝦的那種感覺，現在仙草雞也在市場上也慢慢的不見了，所以我就是想說把它復刻回來這樣。你用我係仙草呢？因為細細個下聽不看人去關係了，對關係的印象就是客家同仙草。劉玉富先生講，照客家本格派的標準，加仙草雞湯算唔得係仙草雞湯。雞湯撈仙草，料理的時節並無相似，喺創作之前將中餐結合。
視覺的這件事情，其實我們也蠻重視，因為近幾年來吃東西是相機先吃嘛，所以在于擺盤上面的細節，包含顏色這件事情的話，也是我們就有納入菜單的考量。然後黑色的部分就是鮮炒雞湯，對，它本身就是黑色，因為它有點雞油，所以上面會有雞的油，所以說它會變成黑金、黑亮，對。酥皮過後的雞胸脯肉，加入鹽呢同溫泉來，浸到鮮炒味道。唔講，當然發現拉麵度的客家。擂茶應該係最鹹日本料理氣質的食物咧。我們叫做古香乾拌麵，它有一個儀式感，因為你要自己去磨堅果類的東西，然後加到麵裡面去吃，它好玩，而且也還不錯吃。但是我們考量到的問題是，因為它在於外帶保存的情況下，它沒辦法保存，只做店內限定，我覺得好像也有點可惜啊，所以後來就沒賣這件事情。細細記的擂白，放入炒過的硬果，香味口感都當新色，係做得客戶服務的麻煩，應該做得穩穩起到菜單上。將硬果和拉麵放到客家，有一種奇妙感。我們小時候家裡在關東橋的那個，它應該是第2訓練中心的大門旁邊，對，類似關東橋，對。小時候住的地方就叫風空。小時候其實家裡算是困苦啊，早上要幫忙洗衣服，然後洗完衣服要去收酒瓶，因為我們家是雜貨店，跟我奶奶一起去到處收酒瓶，然後再來我們就要去挖竹筍、採竹筍。以前我們家還燒柴，所以還要砍柴等等，基本上小時候的回憶算是滿滿的。別個一片係有名的瑞流關東橋，一片係黏黏的童年回憶。那我們家的雜貨店，所有的零食我們都不能吃，因為都是要賣的。那最特別的是晚上軍營就寢以後，我們就會把樓梯打到圍牆上去，那他們就會說要買，不管是要買啤酒啊、買泡麵啊、買什麼東西的情況下，我們都會幫忙做這件事情。那因為小時候真的家裡環境比較不好，所以泡麵基本上是我們的夢幻逸品。那我們就幫他們泡好了以後，就先東個2口。那因為我們兄弟姐妹比較多，傳出去的時候又被東2口，再傳出去以後被東2口，到阿兵哥手上的時候只剩湯，然後你就會聽到阿兵哥在罵人說：“點，只有湯是怎麼回事？”對啊。看起來係兒時的小菜，其實也和童年記憶有連結。秋刀魚在我們小時候家裡一定會出現啊，對啊，而且燉煮的那對於小時候來講，秋刀魚是極品，對不對？最多都只有煎的，有沒有？會燉煮這種搞缸的東西，都是好像大菜或者是節日的時候才有啊。香魚這個是陰錯陽差了，就是有一次就剛好自己想吃了，然後所以就去買了母香魚回來，就是用秋刀魚的方式煮，就也沒想到說煮出來以後真的也非常好吃，而且跟秋刀魚的路線有點，就是吃起來的口感跟肉質有點不同。台灣的香魚頭面上接，加入甘頭的太蔥頭同蔥呢，一層一層貼到骨頭。開中火煮，再轉細火煲加幾點鐘，切到醬汁酥焦，香魚呈現醬醬的醬色。天煮香魚變做幫鮮炒拉麵的經典小菜。劉玉富講，客家元素看起來唔大艷，當多食材都係暗色的。用生理的角度看，現代的食物愛好食也愛好看，
故所就留當初歡迎嘅麻辣鴨黃加入菜單。基本的雞湯拍，特殊的鮮草糊，再加上麻辣黃，組成基本的色調。利用各種鋪貨，劉玉富對都市的國頭展現客家元素。一道消費者追求的唔係老式的客家料理，係啲下班過後適度飽嘅平凡熱力度，簽到有道上分，才有道舒適的氣味。拉麵、鮮草湯頭、麻辣鴨黃同天竺香魚，外表係日式居酒屋，內度係幾下種文化嘅結合，客家同佢美食界嘅好朋友。也做得講係一出用家法食材做出來嘅客家料理，也做得講係帶有客家意識嘅家法料理，來看你對食有樣嘅想象。喺客莊，印尼小食店一直看得到，頭家大體係來自咖喱曼丹嘅華人。Apa kabar? 不好意思 ，sorry， 大家好，我叫曾尤里，我是來印尼種爪哇，那現在我在台灣差不多25年了。尤里喺來到台灣之前，唔曉講華語，唔曉講客，還看唔知乜嘅係客家料理。因為婚姻，然後客家結前緣嘅尤里，帶到客莊試嚟經驗客家菜。不但做嘅係美容業，喺疫情爆發嘅下開嘅一間印尼餐廳。尤里同基比共下經營一間印尼餐廳。喺尤里遇到漂亮嘅生意呢，蠻耐奔波嘅經驗。佢20頭喺苗栗做事，下班再坐最尾一邊火車，半夜到台北接待基比屋企。半夜3、4點，大家閒啲嘅睡夢，尤里又寬電暴風，蠻耐去見客戶。實際上，基比也係尤里嘅老主顧，特產業會請佢報到。首長冇面膜嘅下，基比大部分時間都衰脫。不過上海佢哋每位講講相互嘅人生。幾年過後，基比結束台北嘅生活，再到上海嘅苗栗經營咖啡廳同美容事業。不過沒想到，本地中嘅人發現，所送佢哋開一間印尼料理。雖然尤里嘅阿妹係開餐廳嘅。不過尤里唔是吃過國餐，唔曉煮食。來到台灣遇到照顧家庭，學嘅也係中式的料理。幾年前因為思念故鄉，才開始向阿妹學，慢慢尋到家華料理的出路。因為爪哇店咖啡也是讓我想到我媽媽的料理。那我媽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，但是我就會用她的以前教我的那個料理，我就是放在爪哇店這邊。
在台灣，要做出自家滿意的印尼料理無按改，係上要堅持秘師，當道食材就會自家做，甚至自家種，才會吃。有時候我去市場啊，想要買薑黃，就是找不到我要的那個薑黃，所以我就是剛好在台灣認識一個很好的一個貴人啊，他在明德水庫那邊也是很大的地，所以我偶爾1個禮拜一次，或是有時間的時候過去那邊，我自己種的薑黃或是香蘭葉這樣子。我怕傷到他。一碗薑黃飯要對切的薑黃開始處理。做事之前，有理先將自家打扮到正正，才有好心情來處理一道食材。板蘭葉、肉桂葉、泰國檸檬葉、香茅、鳳松頭、薑麻、蒜頭、芭蕉葉同薑黃。唔講出食材，大家可能會好奇，不過講人怕咩記唔得。薑黃飯在裡面是不只有薑黃而已，但是我還有其他的可能是香料的部分，所以比較特別。莫過的香料加入椰的嫩煮滾，將做的糯米向下放落天木子。有豐富爪哇文化的薑黃飯，以複雜的熟熟度完成。不成文的規定是，要研發創意客家料理，就會曉得料理客家炒肉。我嫁給客家人嘛，因為我是穆斯林的，那我不能吃豬肉的。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把豬肉改變成羊肉，然後豆腐我改變成滇貝。那還有那些蔥的部分，我可能加了那個紅蔥頭跟蒜頭那一些，然後一起炒的，對。因為信仰唔是豬肉的有理。很容易做出客家炒肉了，佢決定用最愛的羊肉。羊肉係穆斯林最好也最曉料理的肉類，加入其他種唔會出現喺客家料理度嘅新香料來入鍋，處理喺羊肉餡的同時，也帶來印尼料理的風味。薑黃、肉桂葉、鳳松頭、沙律、蒜頭、椰糖、茴香，唔可能有多記得幾種香料。不過，一樣的料理同掌握比例，食材當然相相加意思。三寶用客家炒肉的另外一個主角係甜貝。滇貝我這邊細細的給它炒到變成素素的這樣子哈，然後拿來炒的時候，他們覺得是，好像芋頭又不是芋頭，不是豆腐，但是什麼東西，他們是猜不起來那個是什麼。用黃豆發酵過的甜貝係爪哇料理的靈魂，當然想象無甜貝的爪哇料理係乜嘅？可能就像無豆腐乾的客家炒肉，本人手裡。
獲得有利的料理度填比萬米豆腐乾的角色。特別做三寶用客家炒肉，總係做得將有利來到台灣的生命故事講解一擺。Jadi tempe adalah makanan tradisional Indonesia itu yang membuat aku teringat oleh almarhum ibu karena beliau membesarkan anak-anaknya itu menggunakan usaha tempe. Jadi untuk mengingat beliau, usaha mereka membesarkan selalu tempe itu yang membuat aku menjadi semangat untuk membesarkan anak-anak atau usaha ini. Jadi bagi saya tempe adalah selain makanan sehat, tempe juga masakan yang membuat aku menjadi semangat bekerja di Taiwan dan membesarkan anak-anak. 且油的蔥頭、火鍋的甜味、滷好的羊肉，就算是落鑊，也係一出帶着南洋風味的客家炒肉。既然係客家炒肉，就會用到台灣嘅家常炒鍋。炒嘅料理手法，對招牌料理度同少見，因為加來台灣客莊，有利向家人學到偏香、白油、大火炒也到中式料理手法。來自另外一種文化嘅食材，可能相互無嘛對答，不過最尾都係啲大火炒嘅鑊產香火嘅。豬肉換做羊肉，豆腐乾換做甜味，加上客家料理接油嘅蔥頭，三寶用客家炒肉嘅三寶，係有利嘅家鄉三寶龍。也係佢對豆腐乾用嘅重新解釋，一出用有利生命經驗做出嘅料理，打開人對客家炒肉嘅想象，沒想到會得到評審嘅中意。中區初賽季軍，爪哇健康杯，恭喜！意外地全國客家炒肉爭霸賽當中得獎。披薩係寬容的，披薩係多年的。披薩係自由的，客家披薩係披薩多姿多彩嘅一部分，仲喺披薩當中無往里求好。羅街頭有東方嘅風貌，羅街面有西方嘅想法。羅街有不同嘅信仰事故等。也有不同的食物滋養等，對羅街活動的人，對各種文化之間相互理解溝通。就像日本意大利神父為了向當地人傳教編的迎合詞典，經過溝通的界限，楊善言也用披薩帶出意大利同客家食物之間的合作。我以前讀湖口高中，我們高中老師有一個社團，想要蓋窯做麵包做披薩，然後是因為這樣才連接到這樣，所以我就因為窯，所以找到老湖口天主堂，開了店，才認識歷史。後來發現神父意大利人，我們剛好做披薩，他把西方變東方，我就把客家變披薩，都是一個緣分啊。雖然冇天主信仰，不過神父的故事還係本梁善言難的信心。那你牽弟弟的手，要不要？來抱抱。不管係點頭經營、口面開發，也係面團發酵，
他相信總會保持正念，事情就會得到妥善的安排。牛牛年年之間，麵粉結做粗粗的麵團，在切割機下又變做光光滑滑。充滿彈性的大麵團，當做一粒一粒細麵團，每一團都可以做得包容萬物的期待。麵團展開變做甜球，種落紅色的토마토，種落青色的七層插。種落白色的起司，是意大利披薩的經典配色，也是經典口味。不過，白手在台灣還是揾做七層插好的。意大利披薩最經典的是瑪格麗特，所以它是一個基本口味，就像麵店的陽春麵一樣，瑪格麗特就是披薩店的一個基本口味。上海講的話，其實早就練過幾千擺。大家上海問的問題，其實也就準備等了。因為以前流民船蓋火車站，台灣第一條鐵路從基隆到新竹，那以前的湖口火車站就現在這個教堂的位置，所以教堂前面有一小段的鐵軌，但它是一個意象，它是告訴我們說這裡曾經是車站。所以為什麼會有湖口老街？因為有車站就有商業，車站搬走就變老街。從照相夠用的，14世紀用當家的速度講出來，天天來的老街也本期講到上通又發牌。辦公室、幼稚園。既然鹹菜鹹瓜係披薩行從頭看到的食材，用客莊從頭看到的鹹菜也係當合理的。鹹菜同披薩係梁山人第一擺東西融合嘅詞念。將麵團煎到平平，토마토炒大，放落炒過嘅鹹菜同豬肉。紅醬其實就是番茄糊，然後鹽跟糖，就這樣，沒有再做其他調味，也沒有特別去煮過這樣，所以它吃起來比較新鮮感。洋蔥的話，因為我們是用烤的，所以它其實不會烤很久，它會帶一點脆甜這樣子。再加我們那個酸菜，酸菜其實我們用那個蒜頭爆香去炒過而已，鋪那個台灣的那個梅花豬肉片，或者是美國的牛五花，然後再鋪 cheese。所以其實我們主要調味。其實就是吃那個酸菜的味道，其他就是 cheese 跟洋蔥的甜。就像本西方宗教在客莊土地上生根的神父，梁山人本客家食材穩穩炒到面皮紅。一開始其實我們是要做酸菜口味的披薩，那因為其實國外會用那個像德國豬腳，它會配他們德國酸菜嘛，那其實。客家人就有那個酸菜啊，就其實就很好吃。然後我們就把酸菜加到披薩裡面，然後後來嘗試之後發現其實口味蠻好吃，而且很開胃。我們就把神父融入當地客家莊的精神，融入變成披薩，所以我們就把酸菜披薩就取名叫神父披薩。新的口味就像新的宗教，傳出去也受到當地人歡迎，包括本莊人、觀光客。也包括天主教新來的教友。老街沒落，本地的行人教友也無錯嘅。不過，因為啲戶口工業區出去呢，菲律賓教友過一擺本教堂有人氣。
上線貼出共同的旋律，用佢哋熟悉的語言，喺溝通度產生動態的共鳴，對土地切切傳上天，用適合分享、食起來方便、華拉必博的披薩來打鬥士，應該做得算係國際禮俗，對台灣人、對菲律賓人都成立。那起的起點錯點見光見實，先摸摸披薩的口味，因為共同的信仰，不管客家也係意大利，都夾到來自菲律賓的味。因為客家政策的推動，創新料理變得理所當然。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，有的料理的上肚頭就像天作之合，就會很自然。不過有的話就較勉強，就像想要將客家炒肉變到披薩風。本有豆腐乾，不過將三層醬換做口味很較強烈的鹹豬肉。雖然花枝小乾的口感較好，不過因為傳統的要求，涼山鹽還是標會用的乾。連皮帶顏色，豆腐乾當乾味，鹹豬肉也已煮好，用的乾就無按好炒。客家同意大利嘅文化交流，有成功，當然也有失敗。一下客家炒肉披薩還係冇辦法上正式嘅菜單。對涼山人來講，也係一個愛解決嘅難題。客家料理嘅鹹老皮清茶飯，唔過綁披薩餅皮，樣嘅就少一味。披薩老白飯無共樣，用米同醬料較難調到面皮紅，當然也難帶出料理的精華。對，因為其實披薩你可以直接把它當做飯的感覺，但是它其實有簡單調味過了。那因為我們其他食材它其實不會很鹹，所以吃起來，跟外面披薩比起來，老實說是蠻清淡的。皮蛋！哇！半世紀之前，因為傳福音去嘅天主堂，然後幾20年前為到發發沙期去嘅油，涼山人透過披薩，然後無言相識嘅神父對話。上下嘅飲食文化嘅交流，唔單止美食嘅互動，飲食概念嘅對話，可能還較神奇，還較做得本客家料理保有本淡嘅身體。是上海開四川堂嘅范文賢，一下係幾廿件客家傳統嘅頭家。對台北轉到苗栗，對做飛機換到開民宿種香草。范文賢算係返鄉青年。喺田野鄉間，佢讀到對大飯店退休嘅總鋪時，開始接觸四川，尤其對川酒搭配有興趣。某個地方蔬菜種出來的東西，用某個地方做出來的酒，或者釀出來的佳釀或者那邊的水質，學出來某個東西，
共下來變到菜那樣吼，留大家分享。客家一片風格，表面看起來是客家口味，製作手法則有西式的細節。雞用滾水濕過，拌上熟雞下，做得將幼毛的洗到更加強烈。用西式料理的思路，抹調油、椰鹽同胡椒，但唔係一隻雞連頭帶肌，很老多愛做係法式配雞。用的你哋將豬肉同乾煸豬就順勢過油，炒過菇類，再撈調下嘅火料放落去。用黃豆醬調味，雞嘅度數度差唔多裝喺1碗佛跳牆。用到蒸爐度慢慢的蒸，雞肉吸收精華，也飆出油亮的味。佢等下蒸差唔多要蒸4點鐘，好蒸到佢綿綿落落吼，汁泡全部會放到底度。像我用嘅客家人做人都老佢講，我都鳳雞啦吼。一鳳雞反而切較吼，要來搭配像我用嘅較酸嘅白酒吼，特別哪用嘅較冷嘅地方，像意大利啦吼、法國啦，但個較冷嘅葡萄品種。然後留喺鴨嚟做配合，我有食起來咩會當清爽，然後很解膩，然後增添這個鴨肉的香味。酸酸的白酒渡到油油的鳳雞。再加上胡椒、你咧相互搭配一定甘味。哇！傳統酒的搭配係一門學問，還卡係一種品味的養成。體式幫體酒，由侍酒師身份的范文興。希望為客家料理請出適當的川酒搭配，讓好摸喺落鑊嘅幾分鐘度，油花嗶嗶啵啵。將龍椒、辣椒、蝙蝠菜也放下落鑊，酥酥脆脆、黏黏炒作一鍋。又帶有脫離吃足的身體，用法式的擺盤組合，啲飯桌上看起來就當高級。其實一種料理呢，一般來講吼，因為福菜做得鴨夾、醃夾嘅有一些荷包熟啦吼，一種摸海哦，一般食起來，迄個是無鹹的話吼，佢會有一些熟味。佢以前吼，我都像葡萄酒一度，要撈葡萄酒，然後搭配我用的客家菜，尤其係像福菜我用的吼，攞去特別攞去配合來啉啦吼。我用的話就講，加荷包熟啊吼，還有一像福菜加米絲。做得因為嘅葡萄酒哦，攞去提升得當好。
就清酒呢，日本酒吼，來配合咱磨海法吼，因為老佢變到冷通吼，比變到會有些結冰吼，就創一樣嘅吼。辣辣嘅避風塘讓好磨海，幫結冰嘅日本清酒，甜到會釋出瓜果嘅香甜，並老火按搭散麻，一傳飯食起來當油啊！傳統客家料理嘅精緻化，係啲料理時傳嘅過程度悟出來嘅道理。一出菜愛啲現代社會生存，出得口味、精緻、多工、創意，係天作愛嘅功夫。鹹菜乾絲一頭係點度嘅招牌功夫菜，上色愛先煮勻。當面的狗肉，落當面的鹹菜乾，也是蔥花撈片米粉。拿起攪好的肉團，再嚟疊到盤的上，疊做肉奶。喺獅子頭地板呢，按做撈鹹菜乾裝到地板吼，喺都增加吼，按做用特別用。米絲吼，撈去裝到像基本撈去拍菜啦，也就強下薄片面吼。所以佢地板呢，又有鹹菜乾的味道，又有肉的香味，又有那樣的高湯啦吼，還有加個拍菜的香味。一下團，一下奶，來來回回，一直到食材之間嘅空氣全部走出來。石頭比高爾夫球大，比網球細，用落油鑊泡，啲鑊度嘅泡度，使水對淺淺嘅水分轉做深深嘅咖啡色。將個藥材有用到透油嘅部分啊，但係我老年後特別向佢講，你冇開油，冇用過嘅就用較舊嘅、較便宜嘅紅酒吼，做帶來老人透油嘅。料理來強下食，因為也吼像老的紅酒吼，特別像波爾多，像老的意大利的酒，要做得老佢就越便宜越好啦，吼，老佢老透油的味道，老佢混合強下吼，係要當好食。用特舊的便宜葡萄酒，雖然有山谷味。唔過幫鹹菜乾絲一頭，點到像係有好交情。哇，香哦！希望未來啦，能做得到客家菜嘅價值啊，吼來繁衍進來。因為人家講客家人吼當省強，當省唔可以剝東西，所以吼看嘅賣人嘅老菜譜啊，賣嘢東西啊，表現舊嘅，看拿出來用，都唔肯剝東西，怎麼表現舊？其實講繁衍啊有價值以後啊，其實唔肯剝東西，人係希望按好嘅人客吼。啊，嚟保留到一下，用當有溫度嘅方式嚇分享俾親好嘅朋友。啲重視融合嘅老話題項，反文獻唔會硬掉，就像係老觀念帶入客家傳統。啲地方項簽到適當嘅總鋪時，簽到適當嘅人客，導出適當嘅客家菜。抓的是什麼男丁的，因為男人都要去當兵，所以土的那個對，很土的那個土龍，他料他。
用人的角度來講，深刻的跨文化的體驗，一張機票就來的。不過用食材的角度來講，一時的想象就做得用一幅文塊行遍全世界。就像這道細多態的五味番薯，在幾百年前也是新式的異國料理。高春新对联，聰明雕狗滿山遍，精密做飯瓜子緊，養成故意後四天，立卡。夢做書相連，寒甜寒愛難一天。